台南市少年隊連下優勢經歷，先佇電子遊戲場將外號升格的單性嫌犯逮捕，進一步前往一間外館，甲一般飲料店同款，互人客加買飲料，實際上厝內卻是賣毒的交易現場，來掠其他嫌犯，並且查起大批拍算佇七夕情人節出貨一日嘅毒品、毒咖啡包、原料以及改造手槍等證物。全依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毒品溯源鎖定本市麻豆區以綽號“成哥”為首的4人製毒分裝集團。該據點以飲料店作為偽裝，現場查獲安非他命與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。針對毒品危害，警方不斷追查源頭，近來嘛成功查獲有效減少毒品流入市面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